啊，秋兰，秋兰有要紧无？我唔知影。母，你来啊！秋兰啊，你有要紧无？秋兰啊，你有较好无啦？不要紧啊。秋兰，你最近有甲玉辉联络？我差不多半冬都无约会的消息。亲家，你嘛？恁当时来啊？拄仔才来啦。哦，亲家，秋兰啊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拄则医生甲我讲吼，检验报告啊，你这是肺炎啦呀，唔是肺痨，无代志啊。我刚才观世音菩萨有保庇。也毋过，连玉辉都无联络，南洋迄边一定是镇压足厉害。咱生活啦，万一咱是……亲家啊，真唔是。都有听人伫咧讲吼，讲秋兰因大兄坐只日本船吼，叫迄个毒片的飞行机吼，弄一个人沉落去啦。亲家啊，这款代志吼，免伤快意啦。即摆这个时阵啊，啥物话都有人伫咧讲啦。我想哦，一定阁是遐好百姓赢的啊，乌白乱讲的，莫去甲信。是讲连玉辉啊，伊都军队真济代志吼，咱拢唔知影啦。这也有可能吼，因有咧计划啥物代志吼，惊去哦，迄个失败啊。是啥物叫做失败？叫做什么呢？这间谍啦，若叫间谍，怎就害啊你所以平时的啊，唔只安尼规年烫天啊，拢禁止兵啊射飞。哦，真是安尼哦。哎呦，我骗你要创啥啦？我都熟悉一个日本军官，伊甲我讲的啊。是安尼，我就较安心啊。对啦，秋兰啊，顶几工仔你毋是去咱遐迄间观世音庙啊，去求一张签啊？你放伫倒位啊？我来找看卖，你放我遐只。对啦，这张对啦，上签啦我都摕互我看吼。秋兰嘛真欢喜咧，讲要摕转互恁看，可能吼，咱袂记的啦。我请家你来看嘛。这内底我敢若捌2字尔，这字大啦。这字我知，这字是吉祥的吉。哎呦，你干那捌2字尔，规是拜托亲家讲互咱听啦。对啦，好啦，我来，这签诗是安尼啦吼。日出便见黄昏散，光明清净照世间。一向前途通大道，万事清洁保平安。尾啊这句上要紧。这个观世音菩萨讲吼，万事拢平安无代志啊！恁两咧烦恼啥话啦？无代志啦。哎呦，秋兰啊，你抽了一支遮好的签，你莫早就好甲阿母讲，害我安尼烦恼到要死。安尼好啦，我紧倒来吼，传一寡爱拜的物件，来去甲观世音菩萨，来去甲斗谢一下。无秋兰，你家己保重啦吼，家己保重。也毋过秋兰你，这都有人咧顾，不要紧啦。亲家，我先来走啦。好，我来。好啦，好。阿爸，什么话拢莫讲，好好啊静养。好消息，好消息。你先欢喜啥个啦？恁迄个乖新妇即要死啊！你阁真会欢喜着？捌有白讲好无？那医生讲手啊，那是肺炎，毋是肺痨。
休困规工啊，都会使出院啊。啊，若安尼讲，啊，毋着互迄两个老的趁着哦。本来是想讲，一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会当斗阵学友去，啊，即摆会当搁留一个，啊，算袂歹啊啦。一样啊，但你嘛毋通讲安尼。啊，像咱因来兄情形到底什么款，都还无一个确定的消息，你还通安尼讲纠缠啦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啊是讲吼，你慢慢一直咧讲别人的后生啦。啊，你迄个玉辉啊，已经半冬无消无息呢，迄无得空吼。啊，袂啦，无这个代志啦。玉辉伊是农经队的，毋是做兵啊啦，甲像咱因大兄的情形无共啦。你莫点点啊，我袂讲啦。好啦，你若无爱听，我就莫讲啦。嘿，是讲这棵树兰啊，佫真巧，啊袂死假无开啊。啊，倒这仓库间，搞倒规个月拢毋免做代志。啊好啊，这声若倒转来，无好好甲教死一下，再试看卖。头家讲要找车载你转去，啊你哪会不爱啦？病医离厝内面也无偌远啊，唔免啦。毋过你去出院啊，啊咱两个安尼行，你敢会通吗？你放心，我无问题，我拢准好啊。乖乖哦，阿辉，等下等你老母转来，啊。啊，转来，阿辉啊，你老母转来，起来，来，赶紧甲抱一下。哎呦，金花啦，安那用行的啦，就请你台叫秋兰姐转来。阿爸，唔免啦，也无偌远啊，用行的就好啊啦。实在，啊，紧去吧，紧去吧。秋兰，阿爸，你啊病好才出院转来啦，你啊大囡仔安尼佫做东做西。阿爸，我住病院住遮尔久，厝内面拢无摒扫，我就看垃圾就甲切切咧。免，无咧外垃圾，刚来，莫做遐济。阿大，我讲的话你无咧听着？遐切遐济，咱来开讲哦。对啦。你伫咧病院在入院这段时间啦，你就许啊拢无啥地转来，像安尼看起来，咱们迄边的建青物也真吃力啦。啊，你有你阿兄的消息无？阿爸，顶下伫病院的代志，实在真多谢你。天下父母心嘛，换准是我听到玉辉的歹消息。我嘛希望有人通像我安尼小甲我骗一下，互我安心归工啊。阿爸，敢有对是无？秋兰，你爱知呢。卡出讲，时势不幸比时大较大生气。做时大人，伊迄个伤心的心情是袂了袂尽的。所以会当利用机会，安尼好伊小甲骗一下啊。互因安尼安心归工啊，这嘛是真好啊！啊，毋是，我相信我安尼做吼，观世音菩萨都会原谅我。阿爸，秋兰，安尼做老母安尼，人安尼哭袂着，就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安尼会互恁查某囝笑哦。对啦。心情较轻松咧，吼！唉，等你身体若较好吼，等于看恁老爸老母一下，吼。阿母，吼，佫真清醒哦。啊，坐到遐听恁大官伫遐咧讲故，若应用无代志，衫款快摕洗啦。是。
英啊，你嘛唔通安尼，啊，才出年转下来呢，就安尼你甲啉滴。啊，你意思是讲叫我去洗就对，啊，我若洗了忝，你敢有要甲我掠啉？哼，唔知你唔甘心迄个吼，叫伊做一下代志尔，就爱细细念啦，无啊？啊，秋兰甲恁查某囝心。当你是咧讲啥啦？啊，秋兰是玉妃啊的某，啊是咱的新妇。哦，啊你安尼讲，你毋着甲当做外人着？唔免都爱牵亲引切啦，玉妃啊叫我阿姨，毋是叫我阿母哦，新妇哦，迄嘛伫伊的心肝内有我这个大家啦。你是咧讲啥啊？讲啥？就亲像你拄仔你讲啦，你啦，玉妃啊啦，秋兰啊啦，恁老早知影讲吼，做事大人心情啦，啊，就敢若我啦，我较含慢啦，我袂生啦，我毋捌啦。你愈讲愈离经啊！你。啊，你毋是这意思哦？哎呀，毋免对秋兰伤过好啦，无得看吼，因阿兄啦，啊甲玉妃啊啦，早就踮咧海底，互鱼仔食。表妹，你对我讲啥拢无要紧啊，跳水英啊！你袂使指伤我的囝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海的母亲第一个。哇那个菜。不管。给我拗的啦。金宽，多谢你。秋兰，咱嘛搁会晓一寡互新欢影好无？好啊。秋兰，日日啦，我陪你转去，咱上这吊你到门口口好无？阿丁啊，我咧甲你讲，你是有咧听无啦？阿弟乖吼，啥物咧无良？啥咧无良心？骗得好，你搁咧家己念，搁咧纠缠，你才无良心啦！你莫拄仔家己骗家己啊啦！我已经有听人讲啊啦，迄后发坐迄台船哦，去互人弄点面，大家拢死了了呀啦！你甲点起，莫安尼我吹好无？我也无要甲恁加讲啥啦，阿姨啊，我本底就无咧甲恁争啊啦。希望恁会当将阿姨啊好好请养大汉。阿丁啊，你来给我踏出这个大门哦，你永远都莫转来啊！请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阁转来啊！你若迄个志气吼，有惊你就莫转来啦！你若转来吼，我骹骨甲你摇转来，小查某啊！阿嫂，阿嫂，阿嫂，迄个阿嫂，因若要插你，
有啦，人喺日本人嘛是拢安尼过来啊。真是的。阿姨，你看，迄有水无？阿姨啊，等你阿爸转来，叫你阿爸带阿姨去中州找阿哥，阿哥才搁买糖啊，互你食，好无？好啊。阿母，我有炸米转来，我即摆去灶下煮。阿姨啊，阿哥去煮饭互你食吼。来，阿姨啊，阿妈抱，好啦，阿哥抱，阿哥抱，阿哥抱，好。啊，无我嘛来斗3工啦，吼。这个囡仔是会真害，后一日看到阿哥就要找阿哥，啊，我这个阿嬷煞无爱找我。无要紧，看伊要对什么人就对什么人嘛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母亲白伊个，幼児症、幼毒変、幼心発。右の者、昭和18年1月5日、裸の下における作戦所戦死せり、右の鳥の有事種、昭和18年3月7日、仮省庁中村一次郎。が栗の壁に戦死したが、誠に光栄の至りである。ありがとう。どうぞ。哎，姑丈来了。什么代志啦？哎，迄批来是啥安怎啦？